来看北部3县市的状况，台北市有一例，市政府敢若公布伊唯一无挂喙罨，伫咧外口食饭的地点是17号的下晡，离桂林路家乐福的争鲜来用餐。另外，家人嘛有一例，伊有坐过国共客运登去家人。桃园有2例，分别去过桃园统联的诚品册店，甲桃园八德的广丰家乐福，再去这个所在嘛拢全面大消毒。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的阿兄，就是参谋总长黄曙光，伫主持敦睦舰队结婚典礼了后，自主健康管理中。黄珊珊讲，因2个人伫3月7日备忘时捌见过面，目前伊本身是二采是阴性，无问题。不过公布的敦睦支队一个确诊官兵涉职伫台北市，这个官兵就遵守规定，为无挂喙罨伫外口食饭的所在，就是伫艋舺桂林路家乐福内面的净鲜。接触的人总共有25个人在台北市居家隔离。其他地点敢要公布，爱阁讨论。家人嘛有一个敦睦舰队的人确诊的案例，伫17暗时6点55分坐高铁为左营转来到台北，9点16分左右坐国共客运转去家人，9点50分左右落车用行的转去。内有6人均为家属，那并且已经进行居家隔离。伫桃园统领专管休管大消毒，桃园市长郑文灿透早嘛到现场去看，2位涉及桃园的确诊官兵经过什么所在，互大家知影。一个伫15位北投捷运站坐捷运到台北，台北搁坐火车到桃园，16下晡去过桃园诚品册店，另外一个15先到桃园左营高铁站边的新光3月三明区一间餐厅，再搁坐高铁到嘉义。16有坐高铁到桃园，17。有行入去桃园市八德区，也就是八德厝的家乐福。那另外针对今天中央疫情指挥中心转过来的案420，这个部分他是到体育大学，那这个探视朋友有到附近去这个消费。提醒乡亲，若伫同一个时间去过同一个地点，请注意本身的健康，提高警觉。